你以為旺角嗰度淨係多人，其實夜晚12點之後，香港夜晚最熱鬧嘅地方唔係中環，唔係銅鑼灣，而係旺角。旺角係乜？係霓虹燈，係通宵宵夜，係密麻麻人潮。但你有冇諗過旺角喺某啲角落，其實仲住住一啲你睇唔到嘅人？今日就講個傳聞紅燈巷。呢條巷唔係地圖上揾到，但問過啲老街坊，有人會指住某幾條舊樓後巷話唔好夜晚行，尤其係農曆7月，一佢入咗去就冇出返嚟。成件事發生喺幾年前，有個叫阿健嘅後生仔20零歲，中意攝影，最中意夜晚影香港。佢成日講夜晚先係香港真面目，正亂殘靚乜都有，所以佢會專登等到夜晚11、2點，擅拖走入旺角啲舊樓巷度影相。有晚佢 send 咗張相俾佢朋友，哇！你睇下呢個光影紅燈配舊鐵閘正，張相畫面模糊，但見到後面有盞紅燈閃緊，地上仲有啲水漬反光成張臉咁。之後就冇再回覆，打電話發 message 全部冇回應，成晚人都揾唔到。佢屋企報警，警察揾晒成個旺角都揾唔返人，個個都話佢應該係入咗條唔應該入嘅巷。而紅燈巷的傳說，咁條巷又係咩來頭？有傳話以前旺角某幾條後巷係舊時嘅紅燈區，啲樓企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，入面一格格細房，鐵閘半開門上仲有殘殘地嘅門牌號碼。有個傳說講有個年輕女仔喺嗰度做過幾年行業，俾人呃晒錢，甚至俾客打過，最後忍唔住喺自己間房飲晒藥自殺。傳聞佢死咗之後成日都會出現喺條巷入面，揀人嚟陪佢。你如果夜晚經過，見到條巷深處有盞紅燈閃下閃下，啲聲又好似遠又好似近咁，你就要小心。有人話紅燈係佢嘅召喚。3曾經有人出返嚟，但唔係同一個人。最詭異嘅唔係阿健失蹤，而係曾經有人試過入去又出返嚟，但條人唔再係原本嘅樣。幾年前有個送外賣嘅細路，10幾歲入去條巷揾客嗰層，成個鐘都未出返嚟。個客打電話投訴話冇收到嘢，個細路同公司失聯，公司去現場揾人，最後喺一棟舊樓天台揾到佢。佢企喺邊邊，成身濕晒，對眼呆滯，淨係講咗一句：佢叫我上嚟。佢笑得好甜。送咗去醫院之後冇大礙，但自此之後冇再做外賣。佢講夜晚會講夢話，內容全部都係我見到佢，我見到佢。4網上影片留下詭異證據，唔少人聽完傳說之後都唔信，甚至上網揾真相。有條 YouTube channel 叫夜探實錄，專做香港鬼地方調查。有集佢哋真係試過去揾紅燈巷，夜晚12點入去，拍晒成段片。入巷10幾分鐘，GoPro 開始斷聲，錄唔到畫面。最恐怖係後製時，有觀眾留言話第13分06秒嗰格畫面，好似有個女人企喺鐵閘後面。片主回帶睇返，真係見到一格影像，似一個着紅衫、無眼白嘅女人，直情望住鏡頭。佢哋成隊人拍完片之後，個剪片哥發高燒3日，仲話夢入面見到一條無窮無盡嘅巷，有人喺盡頭對佢笑誤。你會信定係想信，都是傳說。最吊詭就係，你永遠唔會知道佢係真定係假。佢可能只係個故事，但偏偏個故事咁熟口熟面，似曾相識。旺角本身就係一個矛盾位，熱鬧又冷漠，繁華又殘破。紅燈巷可能真係存在，但唔係每個人都揾到，唔係每晚都會出現。但如果你有一晚啱啱好行過巷口，見到有盞紅色燈閃緊，地上水漬反光，好似見到個人面，你會唔會照樣行入去，定係會轉身即刻走？都是傳說，唔一定要信，但要尊重。有啲地方唔係你唔見到就代表佢唔喺度。下次你夜晚行旺角，記得唔好好奇，唔好亂望，尤其係有紅燈閃嘅地方。我見到佢，佢笑得好甜。